岳陽樓記范仲淹。慶曆4年春，滕子京謫守巴陵郡，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廢俱興，乃重修岳陽樓，增其舊制，刻唐言。今人思賦於其上，足餘作文以記之。如觀夫巴陵勝狀，在洞庭一湖，含遠山，吞長江，浩浩湯湯，橫無際涯。朝暉夕陰，氣象萬千。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。前人之述備矣。然則北通無峽，南極蕭湘，遷客騷人多會於此，覽物之情，得無異乎？若夫淫雨霏霏，連月不開，陰風怒號，逐浪排空，日星隱曜，山岳潛形，商旅不行，檣傾楫摧，薄霧冥冥，虎嘯猿啼，登斯樓也。則有許國懷鄉，憂讒畏譏，滿目蕭然，感極而悲者矣。至若春和景明，波瀾不驚，上下天光，一碧萬頃，沙鷗翔集，錦鱗游泳，岸芷汀蘭，鬱鬱青青，以或長煙一空，酷月千里，浮光若金，靜影的沉璧，漁歌賦答，此樂何極！登斯樓也，則有心曠神怡，寵辱皆忘，把酒臨風，其喜洋者矣。嗟乎！如常求古仁人之心，或異者之為，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；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。是進亦憂，退亦憂，然則何時而樂耶？其必曰：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噫！微斯人，吾誰以歸？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另外，唔記得追蹤我哋嘅 Facebook 了解新資訊。